到咗中山嘅觀嶺，帶大家睇一套120平方嘅4房嘅單位。而家首期咧20零萬，以供4000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精裝嘅4房單位啦嚇。首先入翻嚟我哋廚房嘅位置嚇，見到廚房好大好闊落，外面仲有個生活小陽台，廚房3件鋪配備齊全俾大家嘅。咁再睇翻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客餐廳同埋以及飯廳嘅位置啦嚇，都係好闊落嘅嚇。再帶大家睇下我哋一個景觀啦嚇，呢邊主要咧係一個環境亮，同埋咧景觀係比較稀缺同埋獨特嘅，可以望到河景，以及我哋一個高爾夫景、山景，同埋咧我哋小區嘅一個別墅嘅景觀嘅嚇。咁靚一套精裝3房單位，一首期咧20零萬嚇，而且全屋大精裝修嘅，開發商仲送你一個產權車位，同埋咧6到8萬嘅家電大禮包啊！喺呢邊咧返香港咧亦都係好方便嘅嚇，旁邊就有香港嘅一個直通巴士站嚇，1個鐘就可以返到香港啦。如果唔想坐車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坐船噶。喺呢邊咧到中山嘅新碼頭咧，都係15分鐘嘅咋，1個鐘可以返到香港嘅尖沙咀啦嚇。每個房都係方方正正，你哋亦都可以參考咧，我哋樣板間咁樣可以做一個茶室嘅嚇。呢間房咧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最後主人房咧係帶套間嘅，同埋咧可以擺埋一個浴缸。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聯繫 Lily 過嚟實地睇睇啦。